上来台北7个小时只唱这首歌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先介绍团员，最右边那位是阿里奥。欢迎大家好。这是年底的选举群投给10号。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接下来交给我们的第2位团员国军 online 的弟兄。嗨，大家好，皮肉，谢谢。因为他现在重新不方便讲太多。对，安官会点名安官。还没有学会报。对。哎，我们团长啊，这是我们团长啊。对。如果你要欠钱的，就找他，他会帮你处理啊。现在总务是老啊。好的，中间那个讲话一下。好，我们介绍我的左手边吉他手少华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华。木台乡，有机会有空可以到那边玩，那边很漂亮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一点都不诚恳。哎，我有同学屏东的，他又来呢。对啊。好了，不好意思。再介绍我们蓝线团的公主。公主没有来，重新更正一下，重新你有一点准备。女神。哎，女神的英文怎么讲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女神。女神，没有啦，介绍一下啦，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老瓦，然后来自新竹县五峰乡在爱村7里127号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外。我是台东市马兰部落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要交接换位置了，谢谢大家。好。不用换。你不用换。好。你们可以讲话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这个乐团哈，最大的特色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乐手没有固定啦，所以我们常常会走来走去。第二个是我们的演出形式，就是很像在家里面跟朋友们打招呼聊天这样子，就是大家自己聊自己的啦。你可以假装没有听我们唱歌没关系啦，但是你试试看嘛。给马矮，我大学同学来。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以前我们住宿舍的一些有趣的。好，那第一首歌我没有想到台北这么热，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湿冷这样，然后就把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带来了这样，就穿在我身上。没有啦，有一个背心了，可是真的哦。还好呢，没有说很冷。你穿有扣子。对，第一次看到我有穿扣子。这是他认为最帅的一件衣服。对。那喜酒一定穿。对。婚礼、丧礼也是穿这个。我1个月洗1次啊。觉得就袖子很爱跟我作对，越来越挤了，就是。我不承认我变胖。OK。废话太多了。还有10多首度。那个麻烦太阳不要那么大，好不好？改成小太阳。其实我刚刚看到椅子在最前面，我一直很期待一件事，怎么没有穿短裙的坐前面？我刚唱歌的时候都往上看，我都没有往下面看，很专心的唱。来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然后这边有小朋友，不要讲那个未成年。里面讲话的是老外，不是。我们大家不要唱歌了啊！我们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有来啊，他们在后面啊。不要拍手，他们好不容易要准备进入梦乡了。好了，笑声。请大家控制一下，因为这首歌是蛮沉闷的歌曲。这首歌依然是母语。我们前面的是伊利高路的歌曲啦，它形容很轻快的生活，在有太阳出来啊，看到阳光，有农田的生活，它非常自在这样。那这首歌是想妈妈的歌。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没有直接考上大学，我反而是有在台北
补习1年这样。那补习那一年很不适应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乡下孩子一个人到台北的时候，很难适应那个速度，走路的速度。做捷运也会被人家撞，那对方不会跟你讲对不起呢。如果这在部落早就赔一只猪了，好不好？你要后腿内侧还是外侧？当然是内侧啊。没有啦，就是那个压力很大了，然后突然想起妈妈这样。其实那时候高中还蛮常顶我妈妈的嘴这样，然后妈妈总是独自承受这样。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个人在都市偶尔会想起妈妈。不过现在大家有的各自有家庭的时候就还好，对，就不知道在讲什么。这首歌大意是说，我一个人晚上在唱歌，然后看到星星，那个星星很像妈妈的眼睛，让我想起妈妈。妈妈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，这样。回答阿美族的话是乌马大努伊娜，马大是眼睛，伊娜是妈妈。乌马大努伊娜，来念一遍。乌马大努伊娜，漂亮100分啊！好，4人。回答这首妈妈的眼睛，谢谢。